后来继续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以2024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到日本来访问。今仔日是访问日本的第2天，来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来演讲。有一个伫日本的中国学生问郭文铁，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参选人，你是不是认为中华民国包括着大陆地区甲台湾地区呢？郭文铁是来反问学生讲，你是为中国来的，哪会问我这个问题呢？是引发着全场笑哈哈。这个学生竟然来回讲，因为我认为有包括在内呀。郭文铁怎甲滚生笑甲回讲，你确定你有法度返去中国？您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参选人，您是否认为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？两岸一家亲是这样，我还是主张哦，一家亲比一家仇好，交流比断流好。你是大陆来的，你只会问我中华民国有没有包括大陆地区？因为我认为包括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访问日本第2天，来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。中国留学生问敏感的问题，郭文铁随机应变，伊搁关心这件代志。你确定你回得去中国吗？大丈夫ですか？中国大陸に帰りま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I hope so。面对现场观众问话，威是公透期，来自台湾政坛第3党，嘛是去金溥聪和总统蔡英文了后，第3位来到早稻田访问的台湾政治人物。郭文铁来到现场，嘛想要八卦的人来。其实中国大陆的学生，他们到外面来，他们很关心外在的世界，所以他们看到外在的世界也会有更多的省思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。其中个包括就名学者小丽袁先生，在咧结束早稻田的演说了后，郭文铁嘛赶到后一个地点拜访13位自民党的参议员。13个人内底除了有风向背景的山田宏之外，自民党干事长谢金锋时嘛是大人物。2012年安倍晋三的时期，伊捌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、经济产业大臣，各内阁府特别担任大臣的职务，互看作是上亲近安倍晋三的人事之一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